咱再来看台中市昨下晡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，伫敦化路二段临平路口骑脚踏车要过车路的时，互一台奥多麦撞到，又搁互一台厢仔车交过，不幸死亡。家属是讲，这查甫囡仔雄雄撞出来，警方嘛搁在了解车祸的原因。这架脚踏车被弄甲扭曲变形，警方伫现场采证，讲起意外发生的当时，两个驾驶人拢表示看到男童要过马路，不过拢已经未复反应。他就是从人行道冲出来，他一定是没有在看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才都来不及。我不确定他们两个怎么撞在一起的啦，就是我只知道他们撞到一起的那个小朋友是飞到中间来的，我已经来不及反应了，飞到内线道那边去了。意外发生伫3号下晡3点外，当日读国小5年黄姓男童骑脚踏车为台中市北屯区敦化路2段新川线等要过路口，不过行驶伫敦化路上的机车，疑似因为未负动车弄到后壁的小绿车，伊佫将男童交过，紧急反应也是相当不敌。男童父亲指期肇事车辆的速度可能是过急。那个车是不是开很快？因为他放行车记录器给我看，他是慢慢放给我看的，所以他速度看不出来。整个路口的行进中，闪光黄灯的路权是比闪光红灯还要大的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是自行车，它是一个起步起始的状态啊。那机车及自小客车它是行进中的状态啊，是行进中的车辆它的路权是会比较大的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路口属于 T 字路口，当时是伫风时段，好伫是将红绿灯，两个肇事的驾驶酒测值拢是0，当时是毋是有超速，还阁进一步调查。两个人拢以过失致死罪来函送。警方嘛表示，男童已经满6岁，家己骑车并无违反二小宽罚的规定。伫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认为，这个路口有改善的空间。穿越的位置啊，刚好在这个机车待转区的前面。所以，如果待转区有停满机车，那有要穿越的人就不容易被察觉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为了透过交通工程来改善，在交通伦理上，强势用路人，买对着弱势用路人加一分注意，以及加强下头的道路观念，才会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